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朋友平安。虽然没有来到家中，在家中的我们仍然要继续的不断敬拜赞美。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双手，真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真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真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地点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前进。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人光灵魂我神永不息。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张开口，一同敬拜我们的神。真心感谢，真心赞美，进入你的约，真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地点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前进。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人光灵魂我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地点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前进。我要全心赞美，我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神永不息。一人捧领，一人捧领，欢呼神。再一次，一人捧领，一人捧领，欢呼神永不息。将我们敬拜神交给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早晨，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主啊，将我们自己的心，在这个此时此刻完全的献上给你，献给我们的耶稣。主啊，求你充满此时此刻我们的圣殿，在家中的每一位，圣灵巩固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一起献上这首歌。愿我的心如玛利亚，完全给你，耶稣，是我愿意毫无保留，交点所有的给你。愿我的心如马大，完全的交给耶稣，完全给你，耶稣，使我能够毫无拦阻，去称颂你，耶稣，我主。你知道我生命中的软弱，用你爱不
用你的爱心，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我们愿意等候主你，愿意为你全心的奉献服侍。你面前，愿你承再一次，你知道我生命中的软弱，用你爱不断吸引我到你面前，你正等候，甘心乐意地奉献到你面前，愿你成全到你的面前，到你面前，愿你成全。主，我们专心的等候你。主啊，你听我们的呼求。主，你也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主，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告诉你我们的需要，保守无论是生病的我们，心里忧虑的我们，或者是恐慌的心。主啊，你总不离弃我们。主啊，你用你的手指引我们走到你的道路上，有你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唱这首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主，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主啊，无论是夜晚早晨，我们都要来对你说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祷告。主，你垂听。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我们知道恩典够我用，我们不断的祷告，无论我们多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假装不了，因为你的爱
有用。主啊，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对你说，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你的力量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早晨我也要来跟你说，主耶稣，我今天为你而活，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主啊，软弱的你加力量，主啊，疲乏的你给我们能力，在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主啊，感谢你在这个敬拜之中，有你与我们同在一起，让我们这个聚会充满着神的恩典。主啊，我们将我们孩子每个夜晚、每个早晨无时无刻的祷告，主你都垂听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当你的儿女，在你的道路之中，我们行在你的路上。主，你必有最丰盛、最美好的在后面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孩子祷告，将一切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依旧站立，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上到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人内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我们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我们掌权生命的主。我们会跌倒，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会生病，是因为我们是需要帮忙的肉身。但主，你是全能，也是永恒的神，在有你的地方就没有悲伤、痛苦、软弱。所以我们要仰望你，要依靠你，要恳求你来为我们软弱的肉身掌权。不要因为疫情让我们的身躯、心灵因此而软弱，因为我们相信你有你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记得疫情期间要多多关心别人，记得上帝爱人如己的教导，让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连结，做上帝你忠实的仆人，
来让这世界多一份爱，来传达你爱的福音。因为上帝还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那些迷失的羔羊，需要我们来替你找回来，完成你上帝国的使命。让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祷告成为真的画面。在这里，我们也献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之用，蒙你悦纳。我们也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这边报告的事项，第一样，下个礼拜呢是合堂礼拜，那会有玉山神学院来我们这里，然后来做一个纪念主日，所以请大家一同关心原住民的神学教育。记得下礼拜没有第二堂哦。好，那原本下个礼拜呢是要举办全教会的趣味竞赛，但是因为疫情正值高峰，所以取消。那下个礼拜一样维持合堂礼拜，请大家留意。好，第三，近期内如果个人的状况呢有确诊或是居家隔离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请大家务必要遵守防疫的规定。希望主的医治跟平安跟大家同在，也希望主保守大家不过于恐慌。第四样，配合台北防疫政策呢，我们社区已经决定要停止举办到5月24号。那即日起，我们的爱餐也会同步的暂停，那团契的用餐就不在此限。好，那团契消息的部分大家自己看。那奉献明细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跟英英姐这边讲。好，那以上报告到这里。今天的圣经呢是记载在旧约加拉太书的第1章6到10节。这边我来念。第6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请义节牧师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没有别的福音。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严峻的疫情当中，平安真的是最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意你那让人平安的赐下的平安临到我们当中，也愿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仰。越是在这样子一个严峻的困境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要紧紧的抓住主你的应许、你的盼望、你的同在。也愿你今天的话语亲自帮助我们来学习保罗。当他从扫罗变为保罗之后，他怎么样的来改变他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回应？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加拉太书1章6到10节，加拉太书的主角就是保罗，这是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位人物。使徒保罗他的原名叫扫罗，他属12支派中的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就是12支派，就是雅各的孩子，他是雅各最小、最疼爱的一个孩子。还没成为保罗之前，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徒，他还是传统的法利赛人，他持守的传统，而且他用威吓来迫害基督徒。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后，他被光照。被光照之后，他悔改受洗，他一个人180度大大的转变，而是成为在教会历史当中传福音最有力量的一个使徒。也就是说，大马士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个大马士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大马士革，是我们回转、被主光照的那一个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教会，主要的会友都是外邦的信徒为主。保罗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保罗有义务来照顾他、保护他们、教导他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不是像一节牧师、志梅牧师，我们是停留在一个堂会在牧会，他不是，他是到处在布道。他布道的路线是他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经文、圣经在很多知道，布道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身心灵都遭遇很大的患难。今年是马偕来台150周年，我们可以看马偕在北台湾布道的一个方式，跟保罗有异曲同工。他也是沿着淡水河，从淡水开始，沿着淡水河，然后我们看到从三角埔、大稻埕，然后一直往新店过去，就沿着河在建立教会。但是相对于保罗他布道的范围，我们可以说，马偕的范围就是小菜而已，就是小菜而已，不像保罗跨越那么远的一个范围。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在以前你们可能没有想象，没有电话、网络。如果现在听说前几天全台湾的 7-Eleven 宕机，回到早期的柑仔店，那个店员用那个按在算钱，然后发票出不来，然后你手机的那个什么那个也不能用。我们没办法想象，如果再回到那个世代，很恐怖的。就是牧师民国76年的时候，从金门来到台湾，那个时候跟家里也是用信件来联络。看到信如看到人，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他离开了原来建立的教会，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地方，他就用信件请人送信到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看到信就如看到人，他用信件来兼顾教会，用信件来教导基督的真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第1章6到7节。6到7节可以说是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骚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传福音的辛苦程度可以超过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但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因为基督让他重新的生命重生。所以传福音的过程中，就是会被误会、被骂、被打，甚至他为了传福音，他掉到海里面，他都甘愿。为什么？因为他想热切的将基督的福音可以广传出去。但是在他离开加拉太教会之后，有消息传过来，让保罗非常的生气。就是有一些人，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些骚扰教会的人就是犹太基督徒。保罗传道的方式是这样：他到了一个城市，他会先进入犹太的会堂去传讲，
所以也有一些犹太人信耶稣，就叫犹太基督徒。这一群人就是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犹太人出生就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他们出生第8天就行割礼。割礼是他们好像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记号，还有一个行动。这群基督徒他们虽然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可以得救，但是因为过往的教育跟传统辖制了他们，他们认为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是要加上摩西的律法，就是行割礼。甚至他们有一些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就是你还要守一些节日、饮食的一个条款，以至于保罗所传的基督福音的那个核心的精神，就是十字架的救赎不见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对保罗开始有一些误解：为什么你传的跟后来传的福音不一样？教会因为这样子就吵吵闹闹。牧师要来分享一下，什么是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就是用上帝用他的全能，要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人可以得到救赎，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这个牺牲的恩典是白白的。也就是说，我们人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完全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你行为好，行为坏，你都可以得救，也跟身份地位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是不洁净的。而我们只要用单单相信的心，用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他的复活，用这个当作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唯一的一条路。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办法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其他条路。意思也就是说，人可以得救，除了耶稣之外，不必再加上其他的行为来做保证。比如说仪式，我们这在中世纪的时候贩卖赎罪券，就这样仪式。或者是苦行，甚至呢，你要积功德，这是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也是给我们世人的一个好消息。但是经文说，有一群人想改变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要将这个信仰重新带回旧的那条路，也就是犹太人旧的传统，守律法，要行宗教的行为。这样才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啊！这样的一个教导，让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本来有一个新的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他们被打回原形，他们又变成不自由、一个奴隶的一个身份啊！以至于今天的经文第8节到第9节，保罗非常的生气，写信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先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们就应该被咒诅。保罗用很强烈、很重的话，我们在看保罗书信，很多书信很少用到那么强烈的话。这一些人，他们曲解福音的本质，所以他们要受咒诅。咒诅不是只是谴责啊，我们在看在电视上有一些名嘴这样骂来骂去而已，不是，而是这个咒诅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你将被厌弃、被毁灭，你失去了上帝本来要给你的救恩。所以保罗说，这群假的教师，他们应该被上帝来审判。但是其实让保罗更难过的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们，他们就好像战场上的阿兵哥，战场上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战场上面碰到战争的时候，他们竟然怎么样叛变啊？
或者是战离死守呢，把武器丢了，他们就不想再打仗了。他们这么快就离弃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他们恩典的福音啊！如今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得到了这个福音，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他们竟然那么快就转向另外一个福音，一个依靠外在律法的一个福音，将本来保罗给他们他已经抓在手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福音，他们就轻易把双手放掉、放开。这个是保罗很难过跟失望的一个地方。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过往跟我们一起在聚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某种的原因，他们离开了教会。其实我们会很难过。从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当教会里面混乱的互相攻击的时候，吵吵闹闹，一般来说，并不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或迫害。就像我们碰到20世纪最大的瘟疫一样，我们弟兄姐妹并不因为这样子就吵闹，我们更想要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彼此的关心。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建成没有例外，很多的弟兄姐妹被居隔在家里面，也很多的牧者他们被确诊了，他们被居隔在家里面，我们更需要去关心。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冲突最主要的大的原因就是基督的福音被稀释了。什么叫基督的福音被稀释了？啊，这个问那个大军哈，大军就知道哈，这个在做医疗的哈，我们那个酒精也要稀释嘛哈，稀释了。牧师最近父母亲寄了一打那个端午节的高粱酒哈，来到牧师馆。金门高粱酒有一阵子纯的高粱酒啊，听说喝起来，因为我不太喝酒啊，很甘醇爽口。但是假的酒呢，喝起来其实会要人命的，因为它添加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真正的酒可能一点点其他的东西。假的福音跟假的酒，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灵命都会有伤害。牧师要来讲有一个退休的牧者啊，对我的一个见证跟分享。他说，长老教会在这几十年来，因为我们主要是在长老教会，其他外教派我们不用去特别的来评断他们。大部分中小型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状况，就是教会建立的初期，信徒们都非常的热心，献金献银，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定怎么样？同心合意，团结一条心。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回想过往我们建成的历史也是一样。当牧师在看我们60周年庆的那个纪念册，我们也是一样。建成一开始也是10几个人，跟着黄六点牧师在外面租一个房子，然后慢慢大家同心，然后慢慢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了，才想要买一个这个当初是一个仓库。那个时候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教会建造起来。也因为这样同心合意，基督的福音就广传出去。上帝不断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这个是教会圣徒相通很美的画面。也就是说，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在教会是非常的重要。不是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策略、跟小组、跟方式、行销，都不用。如果那个真的有效的话，我们看台湾的基督徒就不会总是4%、5%左右。可是当教会被建立之后，渐渐成长到某一个部分，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比较多。当我们从10几个人一直慢慢成长到70个人、150个人的教会之后，教会里面就开始许多的纷争就产生了，理念不合的人就离开教会，以至于教会就被伤害。
传道人异动也很平缓，教会又再一次被伤害。很多的教会就降到30人或者70个人，而且大部分的教会现在都变成长辈们在聚会。这位退休的牧师，他现在还常常在我们大台北很多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景况，他内心非常的沉痛。当我们用人的想法、世俗的价值观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教会早晚一定会出事情。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肢体之间本应该是唇齿相依啊，是生命共同体啊。今天一大早，牧师在这边准备讲道的时候，廷义的阿嬷一进来，就跟牧师平安，然后问牧师一些事情，就是他很关心那些长辈，就一个一个问我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牧师礼拜五都会打电话给长辈，他就一个一个问。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一体的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来承担他的苦难了。当他还能来做礼拜，他觉得他很感恩。可是有一些没办法来做礼拜的长辈，他们是可能因为腰酸背痛，因为病痛缠身，他们没办法出门。一个肢体得荣光，我们所有的肢体就会跟着快乐。可是当人的心被私欲、贪婪、嫉妒、比较所充满以后，我们人就会失去起初爱主那颗心啊。当失去之后，我们教会这个信仰群体，教会其实也就是我们肢体，我们会看重肉体上面的需要，而且看重这个世界的需要。就好像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一书2章16节这么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了，不是从上帝那边来了，而是世界的。当一间教会不再追求耶稣基督，讲精准一点，就是说，不再追求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耶稣基督，而是在追求其他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信仰团体、教会跟里面的人，就是苦难的开始啊。这个情形2000多年前也是这样子，现在还有许许多教会也继续在发生。那牧师，请问一下，我们建成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只有一个人写，谁讲的？薄皮哦，是不是？啊，我们都没有信心。当然不是啊，感谢主，我们不是。我们建成教会，我们往的建造基督的教会、真理的教会、相爱的教会，我们继续在努力。可是当教会依然打着基督的名号，也就是说，教会都说我是奉基督设立的，但如果实际情况，他是将基督的福音摆在旁边。世俗有这个话说：挂羊头卖狗肉。就如同马太福音6章24节这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人。如果我们用其他的福音，我们人认为的那个福音来代替基督的福音，不能侍奉2个主人，就是我们爱上帝。我们如果想爱世界，爱世界的马门、金钱，金钱代表很多，你爱那个东西，你不能想2个都有。耶稣说得很清楚，2选1。我们不能用那个来代替基督。要是这样，教会就会像2000多年前的加拉太的信徒一样，他们受迷惑了。他们不晓得哪一条路才是真的路，他们受迷惑，他们分不清楚方向，以至于他们教会里有很多的伤害，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谩骂就来发生。我们所处的长老教会，我们以中山北路来区分的话，大台北，
往西这边我们叫做台北中会，往东那边然后到基隆、宜兰、南洋那边我们叫做那个七星中会。我们台北中会目前有本来101间，现在少了3间，少了3间。为什么呢？当基督的福音没有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纵然是牧师、是长老，他们的行为也会被受戒规。甚至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关起来了。牧师讲的这个不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甚至几百年前的事情，而是现在的进行式。也就是说，当你基督的福音没在教会里面，很多混乱就发生了。当我们没有走在纯福音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伤害、混乱。现今的教会，我们常常在听，有人真的要当教会的长老，甚至有人有这样的观念，这是真的。牧师没办法讲谁，教会没有我不行，没有我这个人不行。我们都知道，教会没有谁不行。来，考试开始。大家都100分哈。上帝没有，教会没有耶稣不行啊。上帝没有建成教会没有枝梅牧师、一节牧师，其实没关系。上帝建成教会要有耶稣在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长老会的学校机构或者是医院，许多的人要抢着当董事啊。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持守很多的传统，族群上面的传统、语言上面的传统，甚至男尊女卑的传统。长老一定还是要男的，已经21世纪了，这是真的还是有？我们不能把建成当作是普遍性，我们是不普遍性。我们建成我年初的时候去参加中会的活动，有一个教会的长老跑来跟我说：“一节牧师跟你讲，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哦，有3/4是女长老哦。”因为他知道我们建成现在在中会很有名，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保障男性名额的长老，其他都是女长老。甚至建成也愿意接纳枝梅牧师当主任牧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嘞。如果说我们在教会没有让真理在教会里面，很多失序的事情就会发生。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不算什么，我们都是蒙恩的一个罪人。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重，我们要彼此互相的关心、代祷，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都有欠缺，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去论断。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做到正确的教导，会有许多的杂音出现。牧师举2个，为什么团契会长是他当呢？为什么这个人，他这些行动举动，他可以被选上执事，甚至对教会的事工充满了意见，甚至对牧者有很多的批评跟指教。今天最后一段经文，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一章第10节。我现在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难道我在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想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来，敬拜团可以慢慢上来哈。保罗这第10节这一段话，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盼望。我们是讨上帝的欢喜，不是要看人的脸色。这样一个信仰，让我从33岁以前，我是在一般的民间信仰，转到现在基督的信仰，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用在意人的脸色的信仰。我也不用许多的东西来控制我的一个信仰。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只要在意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合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没有让上帝的名因着你得到荣耀，有得到上帝的称赞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往这个方向来努力。马太福音7章17节这么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我们结的果子当中，就可以判断我们是好树还是坏树。兄弟姐妹，求圣灵帮助我们。当初在大马士革上面，那个照在保罗那个恩典的光，让他从扫罗变成保罗那个光，一样常常照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这个光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教会，我们要常常的悔改，我们要彼此相爱，走在基督的正道上面，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走在那一条十字架上面牺牲的路，这才是真的福音。这样的基督的福音带给人的是一个释放，完全的释放。我们身体上面的病痛没办法辖制我们，我们不做时间空间的约束。这样真正的福音带给我们自由，我们不会被原生的家庭、被过往的一些事情来困扰我们，因为旧事已过，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样的基督的福音会带领我们往前迈进，我们走向一个真正丰盛的一个生命跟旅程。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祷告。我们一起力唱回应诗，完全给你耶稣。愿我的心如玛利亚，完全给你耶稣，是我愿意毫无保留，交点所有的给你。愿我的心如马大，愿我的心正如马大，完全给你耶稣，使我能够毫无拦阻，只称颂你耶稣，我主。你知道我生命中的软弱，有你爱，不但是因我在你面前，你真的我甘心乐意的奉献到你面前，愿你成全。你知道我生命中的软弱，有你爱，不能吸引我到你面前，你真的我甘心乐意的奉献到你面前，愿你成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我们如同玛利亚、马大、保罗那样爱你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充满了许多的无常，许多的惊涛骇浪，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的力量是这么微弱，这么的有限。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尤其在这样疫情的严峻当中，因为你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如同保罗数算基督救赎的恩典，一辈子走在真理的道上，为要得着那永远的冠冕。
我们献上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惠、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带着回家》。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彼此问安问候。